巴士型號攻略，專門俾新手巴士迷及唔識巴士型號嘅朋友。Number 2，今日要介紹猛獅 A95 12.8米及12米。等陣唔使再符合圖片嗰啲字，因為係我以前影嗰啲片。Man A95 又可以叫男人及猛獅。叫男人嘅原因係因為個死人 Google 翻譯器將佢翻譯成男人。所以我勸大家，如果中意 A95，千祈唔好講男人，費事人哋鬧你機。九巴一共有21部 A95， 12.8米就一共有7部，城巴就有1部，類似 TP1095 嘅品種，不過12.8米同埋全港淨係得1部。始終我覺得新巴嗰隻顏色比較靚啲，城巴嗰隻新套裝比較醜。唔單止城巴同埋九巴有 A95， 其實大嶼山巴士公司都有 A95， 一個就係九巴12.8米縮短版，另一個就係同 TP1095 冇分別，不過唔同公司。其實我愛車係 TP1095， 因為我覺得佢嘅車尾佢顯示牌好特別，同埋九巴淨係得一款車尾咁嘅樣。除咗城巴同埋大嶼山公司之外，其餘嘅 A95 車尾嘅顯示牌係長方形。同埋今日介紹嚟到咁多，再見。